謝南爺前來相助。驾。侯爷来得很及时啊。邱其主的父亲和我是结拜兄弟。如果你是专程来要人的话，我阻止不了你。本爵这次是专程赶来受人之托，有要事相求。侯爷看錯人了，我先告辞了。大侠，此事有關瑪瑙的生死。大侠请放心，玛瑙现在还很安全，昼奴正在为他疗伤。你要想早日见到玛瑙的话，一定要为昼奴做点事情。又是杀人？对，这样你们就互不相欠了。杀谁？本爵也是受人之托，实在为难呐。侯爷有话就直说吧。好，3天以後有人通知你，你不得有誤。如果瑪瑙有任何意外，我们刀下见。天晴，燕大侠，你为何到此？玛瑙在哪里？我也在打听他的下落。你不像是会说谎的人。我没有说谎。你还是回中原吧。为什么？这儿的环境不適合你生存。你走。总护法，马车已经備好了。你终於回來了。謝大人找我有什麼事？
你把禍闖大了，全城的人都在找你，知道为什么找你吗？哼，飞陀商队的2位旗主又失踪了。这件事跟我无关。哼，你说的多轻巧，和你无关。可是飞陀商队的10旗主丘林親眼看見你與黑鷹、木狼2位旗主比武，並將他們打傷了。他在說謊。你敢和他們在衙門裡對峙嗎？你心裡最清楚，一旦進了衙門，想活着出來，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。好在飞陀商队還沒有報官，我還可以幫你拖一拖。但是，燕大俠，你別忘了，我們曾經約定，3天之內你幫我幹掉東天王、南天星。我們還是朋友，就算飛陀商隊報了官，我還可以為你網開一面；否則，就要委屈燕大俠了。你說完了嗎？3天，最後機會。哦，對了，這個瑪瑙姑娘怎麼不在啊？我忘了告訴你了，当我朋友的没有一個有好下場。咱們是普通朋友啊。总护法，
瑪瑙姑娘，你真是好福气。燕逍遥今天又为你去拼命了，只怕这次是他还没杀死对手，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，因为你只能活3天。你别痴心妄想了，燕逍遥绝不向纣奴妥协。可这次不同，我手中有玛瑙姑娘。你别做梦了，燕逍遥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清楚。事到如今，你只能自作自受。当初我一再劝你把燕逍遥带离西域，你却一意孤行。现在終於走到了這一步，你是危在旦夕，而他也不能自保。真是可惜，你這如花似玉的年齡。沒什麼可惜不可惜的。天親娘子，人總是要死的，重要的是值不值得。你和燕逍遙果然是異口同聲。只可惜你們只有3天了，好好珍惜吧。你現在自身難保不說，燕逍遙還要為你去拼命。現在全城都在找他，他卻全然不知，一步步邁向死亡。你說，這不遺憾嗎？你的時間不多了，你好好想想吧。我想這次的事一定是……貴娘，七弟和八弟是怎麼死的？你給我說清楚。四哥，今日之事也是無意中失手。我的心裡也很難過。你是怎麼回來的？四哥，今日之事，四哥，今天多虧美玉侯南天星，我跟師哥才沒事。四哥。七哥和八哥身中數道死難瞑目，這仇我一定要找燕逍遙算清楚。師弟，你放心，我絕不會放過他。兩位師兄報仇心切，我也一樣心急如焚。可眼下商隊僅剩我們3人。此刻萬萬不能輕舉妄動。我想，刀爺回來後再做決定。
刀爺，谁知道刀爷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这驼队，四哥，四哥放心，各位旗主的仇，我丘陵一定要报。来，让我们从长计议。多謝侯爺鼎力相助，救我駝隊兄弟，蔣某不勝感激。不敢不敢，雖然出手相幫，但是沒有救助駝隊另外2位旗主，真是遺憾。哪裡話，侯爺已經盡力了。要是信得過我，以後再有事，南某定會鼎力相助，在所不辭。實不相瞞，飛陀已非從前可比，要想重新立足西域，恐怕只有借助於朝廷了。蔣壯士，你錯了。朝廷怎麼可以依靠呢？那謝司寇不是朝廷命官嗎？可燕逍遙照樣在葡萄城裡胡作非為。況且他們2個人是同時來到西域，這裡面必有聯繫。難怪燕逍遙如此膽大妄為，橫行西域，原來是有人給他撐腰。侯爺，請留步。恕不遠送。你怎麼到這裡來的？那個叔叔把我帶過來的。其他小朋友呢？有一群叔叔把他們都帶走了。帶走了？你知道帶到哪去了嗎？知道，帶到新房子裡頭去了。你們過得好嗎？好。大媽，大媽，大媽，想你了。你要知道的都已經知道了。現在，我要帶你去見你想見的人。
百合姑娘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我已等你多时了。哦，等我？我奉旨来取你的性命。奉旨取我的性命。那很容易，来吧，动手吧。百合姑娘，你是忘了东天王的指令，还是不忍心杀了本官？你得容我想想。你觉得我还有用？想让我帮你，对吧？借刀杀人，想借本官这口刀杀掉謝天琴，然后你自己独立為王。是，这種寄人籬下的日子，我不愿再過了。既然你已經說出來了，我就不用隱瞞。現在有2條路，第一，就是你幫我為王，我放你一條生路；第二，就是奉旨行事，殺你交差。百花姑娘真是性情直爽，說起話來直去，快人快語。不過，我覺得在你我面前只有一條路可走，那就是你我聯手，咱們鏟除南天星。這樣於你與聖教都有好處。今後聖教獨霸西域，而我在朝廷加官進爵，在皇上面前還會為貴教主多美言幾句啊。謝大人，此話當真？這樣的好事誰願意錯過呢？不過我還想請百花姑娘為我先做一件事情。什麼事兒？這樣的事情對百花姑娘來說就是舉手之勞啊。大人請說。瑪瑙是被紂奴擄去的是吧？我想請你把它弄出來。這事兒怎麼跟瑪瑙還有關係？沒別的，我就想試試百花姑娘合作的誠意。燕大侠，其實我就是道爺。你為什麼要弄這一套來戲弄我？大俠不知，我出此下策也是無奈。近些日子，飛陀商隊一直受紂奴的騷擾，商隊內部互相猜測，勾心鬥角，造成了不少誤會。我本想盡快的了結孔雀刀的事兒，可是總是不能。我想商隊一定是出了內奸，所以你就借我的刀來清除商隊的內奸。正是。我只希望在殺刀爺的過程中，能讓奸細露出馬腳。結果呢？沒有結果。現在飛陀商隊只剩3位記者，你確定還要查？
为了飞驼商队，我希望燕大侠帮我查下去，直到查出为止。那你为什么要绑架那些小孩？为了你不受别人控制，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。你就没有想过，我要是不答应你？燕大侠已经尽心竭力了，当然可以马上离去。那些孩子，我也会替你安全送出西域，回到中原。如果你把刀归还了紂奴，那紂奴和商队就能和平相处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其實我也早有打算，只是沒有合適的人選。如果孔雀刀落入惡人之手，那西域豈不是永無寧日？你讓我再仔細想想看吧。玛瑙姑娘，这里没办法跟南天星和燕逍遥那儿比。你在南天星那儿锦衣玉食，風光無限；在燕逍遙那兒，他卻知冷知熱，溫暖無比。唉，可惜到了這裡，陰暗潮濕，真是委屈你了。沒有啊。我覺得這兒挺不錯。你知道，現在各路人都在到處找你們。這很清楚，你們是想利用我威脅燕逍遙。這真是奇怪，怎麼什麼樣的女人到了燕逍遙那兒就身價倍增了？我沒覺得呀，我不還是我嗎？燕逍遙正在四處找你，你聽到這個消息，感覺怎麼樣？燕逍遙是絕對不會向你們妥協的。我真是為燕逍遙不值。他怎麼會愛上一個被南天星玩過的女人？幹嘛這樣看着我？你就不怕我把你變成瞎子、啞巴，或者奇醜無比的人？我倒想看看他還怎麼痴情於你。你可真是無聊至極呀！你還敢推衣？住手！百花，放開他。姐姐，你怎麼來了？你是怎麼進來的？我順着洞口進來的。密室不可隨便進入，違者當斬。你不知道嗎？我只是來看看瑪瑙姑娘。你就是和他有天大的仇，也不能壞了我們的教規。姐姐，
我想問問你，瑪瑙的生死是不是由你来决定的？是，由我来决定。唉，燕逍遥真是命不该绝。什么意思？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帮他度过这一关。放肆！姐姐，要是玛瑙姑娘有半点差錯，你可怪不了別人了。天齐娘子，说吧。你为什么不和燕逍遥在一起，而是过这种日子？这就是你渴望过的日子。你当初离开燕逍遥，就是为了这种不停的杀戮、互相践踏的日子。你真的爱燕逍遥吗？天齐娘子，你能告诉我吗？这跟你毫无關係。我現在對燕逍遙一點感覺也沒有，你放心了吧？我還有什麼放心不下的？你不是說嗎？我只能活3天。跟一個快死的人說心裡話，是最好不過的事，至少能幫你保守命。瑪瑙，不論你什麼時候死，我對燕逍遙都沒有感覺。不過，他人品不錯，我希望他將來找的這個人能給他真正的幸福，也希望有這樣一個人可以令他放棄這種傻傻打打的刺客生活。我也希望他能過上幸福的日子。你找我有什麼事？
黑鹰是我兄弟。你是来为他报仇的？冤有头，债有主。黑鹰是死在你们自己人手上。燕逍遥，你不要再狡辩了。你杀了我那么多飞陀兄弟，这还能有假吗？我只杀过木狼，那也是迫不得已。这是真的？如果你真心要为黑鹰报仇，就先找出你们中的内奸。叶逍遥，你如果是男人的话，拔刀吧。接招！呀呀！哎呀！啊！